實人係從今敵不使前次播從來，太上此天專出令，五方此神愛心力矣，此乃封神榜。嚟到我哋嘅 channel 啦，香港祭祀研究所，我係陳師傅。今日嘅主題系列咧，主要我哋就講呢個神仙啦、鬼魅啦、邪神鬼怪嘅故事。今日我哋打頭陣嘅就係哪吒先師喎。可能你會話：哇，哪吒我都識啦，使咩師傅你講啊？嗱，師傅講得咧就一定有啲故事，有啲特別嘢俾大家聽下嘅。咁我唔係淨係講佢點樣喺東海鬧事，或者點樣蓮花化身嘅故事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冷知識，就係首都，唔係依一個首都，係我哋中國嘅首都北京。北京城咧以前嘅古名咧就叫做哪吒城喎。嗱，你冇聽錯，我冇講錯。喺個石屎森林底下咧，一個現代化嘅北京竟然瞓咗一個三頭六臂嘅哪吒喺嗰度喎。嗱，師傅冇同你講笑㗎，真係冇吹水㗎。可能你會諗，喂，一個咁大型嘅都城，點會同一個三頭六臂嘅神仙扯上關係啊？嗱，依個咧就流傳咗幾百年㗎啦。同大家講講呢個故事啦，去認識下一個大家前所未認識過嘅哪吒。咁啊，講戲肉之前，一定要講下哪吒嘅背景喎。咁其實背後咧，哪吒嘅歷史咧已經過千年㗎啦。由佛教嘅護法神成為我哋道教護法神，最後成個城市嘅藍圖為佢化身。首先，我哋打破大家嘅觀念，覺得哪吒係咪我哋中國神仙？你一定話係啦，係嘛？肯定係啦。其實哪吒唔係 made in China 㗎喎，來佬嘢嚟㗎喎，佢來自古印度嘅。原本咧就係佛教嘅護法神，咁啊手持法器，個樣咧一個好兇猛嘅少年，來自古印度。佛教經典裏邊有一個守護北方嘅天王，叫毗沙門天王。咁哪吒先師就有個仔啦。咁佢梵文名咧就係一個，係啦，我哋有請 Google 讀下。咁啊，佢有個簡化嘅名嘅叫 Nata， 就有啲似我哋而家哪吒先師個名啦。咁啊，唐朝嘅時候咧，佛教咧好興盛啊嘛。咁哪吒太子咧就跟隨佛法沿絲綢之路咧進入中國。咁啊，如果你睇翻早期嘅敦煌石窟，你哋嘅壁畫啲文獻，都會見到哪吒先師嘅存在。嗰陣時咧，佢係一個青年人嘅角色，或者一個好兇猛夜叉嘅角色，同我哋而家咧細路咧嘅樣貌咧就有啲出入。咁關於佢點樣變成我哋熟悉嘅哪吒咧？嗱，關鍵就喺個宋元時期啦。因為嗰陣時嘅民間文學咧，咁有好多講古佬，好似師傅咁中意講故事啊，同埋班戲班人啦，就中意攞啲神神怪怪嘅故事出嚟二次創作。佢將一個外國嘅護法神，我哋本土嘅孝道觀念 crossover， 創造咗出一個好極端、好壯觀嘅劇情，削骨還父、削肉還母，好聽咧！呢個劇情咧最早咧源自於禪宗語錄出現㗎，但真正將佢發揚光大嘅係我哋民間嘅舞台。呢個故事實在太爆啦！佢直接講中咗父子嘅衝突啦、個人同家庭嘅矛盾啦。哇！即刻係咪覺得哪吒係一個有血有肉嘅角色，有血有肉嘅靈魂啊？佢個哪吒就由哪吒慢慢定性改成我哋嘅哪吒。嗱，啲咬字咧，你唔好捉師傅啲咬字都有啲問題㗎嚇。咁啊，到咗明朝期間咧，一本神魔小説《封神演義》出咗街啦。咁啊，正式將哪吒先師角色定型。呢本書咧做咗一系列嘅經典設定。俾咗個最強出身去靈珠子轉世，定咗佢個家庭李靖嘅第三個仔，派咗師傅俾佢太乙真人，送埋套神裝俾佢乾坤圈、混天翎、風火輪。咁啊嗱，個故事咧大約就講咩咧？話說哪吒先師本身嘅身份就係玉虛宮嘅靈珠子轉世。咁啊，李靖嘅夫人殷夫人懷胎3年6個月生下哪吒啦。咁啊，出世嗰陣時咧，一個欲求狀態。係冇啦啦跳出嚟，係嗰啲情況㗎。咁啊，如果現代咧嚇親人嘅嚇，咁啊，佢啲法寶點樣嚟咧？就係出世之後，太乙真人收佢為徒，賜佢乾坤圈、混天翎。係咪一講到啊，即係闖禍嘅嘢咧，一定不得不提鬧海呢個故事。咁啊，哪吒陳塘關咧就好勇鬥喺成日闖禍。哪吒先師闖禍嘅核心事件，嗱，佢係一環扣一環㗎嚇，即係鑊新鮮鑊金嗰種嘢嚟㗎。第一階段。喺東海玩水嗰陣時，引發連鎖反應，驚動咗龍宮喎。天氣熱咁點啊？天氣熱梗係飲水或者游水㗎啦，係嘛？咁哪吒先就選擇咗游水。喺東海口嘅九灣河裏邊，
用混天翎喺度玩水，喺度沖涼，可能攞條混天翎喺度擦下咁啊，紅光萬里，驚天動地嗰陣時，東海龍宮就發現，喂，咩事情？係咪有咩仙家或者有咩事搗亂？龍王敖光就覺得好奇怪，就派咗巡海夜叉上去水面睇下發生咩事先。夜叉一上到水面，見到個僆仔喺度玩水喎，咁梗係兇下佢啦，就惡形惡相咁問佢：喂，你喺度做乜嘢啊？哪吒先生覺得佢又醜又冇禮貌，一怒之下就攞乾坤圈一打落去。點知乾坤圈威力太大，一嘢就將佢打到一命嗚呼頭破血流啦。呢樣嘢都未咁算嚴重啊！龍王三太子敖丙唔係茂丙敖丙知道之後，哇喂，有人打我條僆喎，咁咪嬲啦，係嬲帶兵上去，喂諗住捉拿去歸案噶嘛？點知你知㗎啦，你捉我時，你嗌我唔走，唔通真係企喺度俾你打咩？兩個哇打起上嚟啦！咁哪吒先用乾坤圈擊敗咗敖丙，跟住就話：喂，你係龍，等我就抽咗條筋出嚟俾我老豆用，我就唔知當領呔又好，當皮帶又好啦，呢個就唔理佢啦，係嘛？抽咗佢條龍筋之後，哇！個龍王就知啊，喂，大佬你打還打，而家打死咗我姐，仲抽埋條龍筋喎！哇！咁梗係傷心，哇！簡直一定要上天庭告御狀，李靖父子討回公道。呢鑊嘢都未大鑊，嗱咩叫咧火燒連環船咧？火上加油嘅事情嚟啦！話說哪吒先生咧，為咗應付龍王，就諗住用喂，大佬你過嚟打我，梗係有啲架撐傍身噶嘛，係嘛？咁諗住用師傅太乙真人嘅乾坤功震天箭嚟防身啦。點知佢隨手一射，哇！嗰支箭一飆到幾千里之外，咁射死咗石機娘娘個徒弟碧雲童子啦。呢鑊真係無辜也中槍啦！石機娘娘梗係上門問罪啦，揾到李靖同哪吒就梗係唔認衰仔㗎。就諗住用乾坤圈打石機娘娘喎，點知個法寶就俾人沒收咗啦，自己仲差啲冇命，仲係要太乙真人親自出馬調解。哪吒喺好短時間連續殺害咗3個有身份嘅神職人員，大罪啦！東海龍宮公務員巡河夜叉，天庭嘅高層龍王個親生仔三太子敖丙，骷髏山白骨洞嘅修仙弟子碧雲童子，呢個真係最無辜啦！呢啲已經唔係細路仔打交咁簡單，而係驚動天庭、挑起仙擾衝突嘅嚴重外交同刑事事件咯。哇！如果喺香港，而家應該就判終身監禁啦。哇！3個人聯合出嚟，咁梗係告佢狀啦。龍王揾埋啲兄弟，揾幾個龍王強烈譴責，諗住一齊水淹陳塘關，用百姓嘅性命威脅。最後哪吒先生為咗唔連累父母同埋全城嘅百姓，逼到去削骨還父、削肉還母嘅悲愴決定，將條命咧還俾父母，等龍王咧冇理由再追究。中間省略1000字啦。最後太乙真人用蓮花蓮藕為佢重塑身體，得以復活。復活咗之後點啊？好嘢啦，跟大隊啦。復活咗之後，哪吒成為姜子牙麾下嘅先鋒將，喺上晝之戰中立下戰功，最後肉身成聖，進入封神系統。呢本書咧就將哪吒個人嘅反抗放入去武王伐紂呢個大型正義任務裏邊，等佢有一個問題兒童升級做跟大隊打大佬嘅英雄啊！自此，哪吒正式道教化，成為我哋中國本土信仰一個不可或缺嘅少年戰神啦。離開咗小説，哪吒先生民間自己發展得非常之好，特別喺台灣東南亞，佢通常俾人叫做中壇元帥或者三太子。佢份工咧就好似坐就喺啲村同廟嘅中央，因為佢個細路樣個法相係細路樣啦，所以都當為小朋友嘅守護神。加上佢腳踏風火輪，好似咧好多職業司機咧都會過嚟拜，希望行車平安。當然啦，佢重點係咩啊？驅邪鎮煞嘅金牌打手。不過最過癮嘅就我哋見到台灣而家有電音三太子，佢將傳統嘅神偶同埋流行音樂 mix 埋一齊，將哪吒先生變成好貼地、好識潮流嘅一個信仰文化。關於佢中壇元帥身份同埋咩叫做五營兵馬，內五營外五營，我哋另外會揾一集講俾大家聽噶。好啦，講咁耐講到氣鬱啦，去到最初嘅問題，點解北京城叫做哪吒城咧？呢個流傳咗幾百年嘅民間傳說啦。以前北京咧叫做苦海幽州，因為嗰陣時唔係大旱災就大水災，所以叫做苦海幽州啦。話說嗰陣時，佢諗設計咧，諗呢個苦海幽州嘅設計咧，諗到拗爆頭都諗唔掂。點解啊？佢諗呢個苦海幽州喺個地底度有條龍在亂喎。有咩震龍啊？佢真係諗唔掂。
搞完全拗爆到拗唔掂，咁啊諗唔掂咪唔好諗啦，瞓覺先啦。咁咪瞓得好安詳嘅嗰晚啊，咁啊瞓得咁安詳嗰刻咧，佢突然間發夢喎，見到一個三頭六臂嘅腳踏風火輪飄咗入去個夢度喎，哇！嗰日真係嚇親啦，係嘛？唔係撞鬼啊，撞神仙喎。不過嗰刻咧未諗到係咪神仙嚟嘅，咁啊佢就話就望到佢，咁啊佢又唔知佢講廣東話、講北京話、東北話定點啊？呢個三頭六臂嘅神仙就喺夢裏邊就講：誒，你照着我的模樣做就行了唄，你照着我啲模樣做就可以啦。啊！喺嗰刻佢都唔知佢講乜鬼嘢係嘛？咁啊冇理啦，咁啊瞓醒咁啊起身啦，咁啊諗住佢又去行下一個苦海幽州。咁啊行下行下，啊突然間哪吒顯靈喎！咁突然間喺佢面前出現咗個三頭六臂腳踏風火輪攞住混天翎嘅哪吒現形。咁啊喺嗰刻佢真係知啦，即係知驚，即刻跪低。哪吒又再同佢講啦：你照着我的模樣做就行了唄。唉，咁啊佢就你又照着我啲模樣做，咁好啦。咁翻到去，今日攞起圖紙開始畫一個苦海幽州嘅設計。咁啊，所以就將三頭六臂放咗落去北京城，即係哪吒城嘅設計藍圖睇下。咁啊，熒幕前面嘅觀眾，大家心水清都會諗到點解會用哪吒喺度震條龍咯？點解啊？歌仔都有得唱啊！哪吒不怕海龍喎。嗱，我哋師傅可以參加中年好聲音㗎啦。哪吒三頭六臂嘅概念咧，將佢放入呢個城市嘅藍圖裏邊。三頭有邊三頭啊？就係代表南邊嘅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呢三個城門，代表三頭。六臂就係左右兩邊各三座城門，東便門、朝陽門、東直門；另外一邊就係西便門、阜成門、西直門啦。兩隻腳咧就係北面嘅安定門同埋德勝門啦。咁你話喂，有手有腳五臟六腑咧，成個皇城咪就係佢嘅五臟六腑咯。成個北京城，如果我哋從天望落去咧，係一個大型嘅哪吒瞓喺度。我哋睇翻圖裏邊就會顯示俾大家睇㗎啦。咁希望哪吒瞓喺度鎮住條龍，保佑成個城市咧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啦。咁喺城市規劃角度咧，呢個傳說反映咗嗰陣時古代建築嘅設計概念，將成個城市佈局同神靈嘅形象聯繫埋一齊。某程度上，即係體現咗我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嘅思想。呢個設計理念唔單單係考慮到城市嘅實用功能，仲賦予咗文化象徵意義喺裏邊。關於哪吒城嘅歷史淵源咧，我哋可以從幾方面去考察啦。首先，呢個傳說咧可以話同元大都規劃有關。其次，明清時期北京城嘅改造亦都強化咗呢個嘅觀念。我哋可以從古代文獻同民間口傳文學裏邊揾到相關嘅記載。你問呢啲老北京，佢哋都會答到你，以前咪就叫哪吒城啦。其實民間仲有個都市傳說嘅，係講述新中國成立之後，執政黨點解要拆北京城嘅城牆。呢個係另一個故事，有機會再講俾大家聽啦。咁啊，講翻哪吒先師，時至今日，哪吒先師嘅信仰咧喺民間保持活力喎。我哋睇到一啲地區嘅廟宇當中都有供奉哪吒先師嘅。隨住時代發展，哪吒信仰都呈現咗一個新嘅特點，就係譬如而家同我哋嘅生活結合啦，有啲新嘅媒體去不停傳播啦，去有電影有周邊商品啦。通過今日嘅探討，我哋可以睇到哪吒從佛教嘅護法神去到道教嘅神祇，再到民間信仰嘅對象嘅演化過程，特別係哪吒城嘅傳說，幫我哋提供咗一個理解傳統城市規劃嘅獨特視角。記住，我命由我不由天，無論前路幾艱辛都好，我哋都一定有能力闖得過去。記得點讚、訂閱、追蹤，撳埋個鐘仔，追蹤我哋嘅 channel。我哋 channel 係咩啊？香港祭祀研究所。嗱，下集提要啦，下集會講啲乜嘢咧？下集我哋就會講中國邪神五通神。嗱，我好清楚你哋嘅興趣嘅，一講正神咧就未必有興趣，但一講邪神咧就特別有興趣，特別過癮嘅。咁啊，多一句啦，記得點讚、訂閱、追蹤，咁一定要撳埋個鐘仔啊！等師傅咧一有片你哋都知道，因為你哋支持就係對我哋一份鼓勵。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